平安，欢迎收看《快乐假期》。在生活当中体验到被爱、被照顾是相当幸福的事。今天的快乐假期也提到一个非常有爱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敞开我们的心，一起来观赏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平安。瑞恩，今天有人问妈妈，如果让我用一个字来介绍《圣经》这本书，我会怎么介绍？瑞恩，你听过这么多的故事，你猜妈妈会怎么说？一个字啊，我会说爱。妈妈也是这样回答哦，因为整本圣经都是在说上帝爱我们，耶稣爱我们。对啊，神爱世人，他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。那妈妈再考考你，圣经里有提到爱，你会想到哪一句经文？爱是永不止息。瑞恩很厉害哦，马上就想到爱的真谛，我们也来唱一唱吧。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望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益处，不轻易地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爱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我要包容，我要相信，我要盼望，我要忍耐，敞开心，爱人如己。我爱因天父先爱我。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望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益处，不轻易地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爱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我要包容，我要相信，我要盼望，我要忍耐，敞开心，爱人如己。我爱因天父先爱我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暑假就要结束喽。不知道这8次的线上诗歌，你最喜欢哪一首呢？明慧老师要为每个收看节目的你献上代祷，求主给你从神而来的智慧。主家老师要祝福每一位小朋友有爱心帮助人，活出生命美好的见证。孩子们，我们下次见喽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
哇，你今天怎么那么开心啊？啊，我今天在操场上捡到小强的学生证，交给老师了。小强，你们学校连蟑螂都有学生证啊？哎呀，没有啦，是刚好有一个叫小强的学生啦。原来好险你今天有及时拿给他，不然他可就要哭惨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因为啊，他今天要比赛，没有学生证，不就不能入场了吗？哦，哇，那你今天真的做了一件好事了呢。所以我们如果在路上捡到东西，要怎么样？交给警察在学校呢？交给训导处。对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在圣经时代啊，如果你在收割麦田的时候，如果有不小心掉在地上的麦穗，你是不能回头去捡起来的。我知道，因为那是要给穷人捡的。没错，他就是要把，如果你掉下去的，就是留给后面的穷人，他们没有东西吃就可以来捡。甚至于麦田的角落的地方，也都不要收割，让一些穷人可以拔。所以今天呢，严巴老师就要跟你们讲一个捡拾麦穗的故事，要不要听？要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，故事是这样子的：有一个人呢，他叫以利米勒，他有一个老婆叫拿俄米，然后呢，他们原本住在犹大的伯利恒这个地方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发生饥荒，他们不得已就只好迁移到一个地方叫摩押的地方，那边才有稻米，才有粮食可以吃。在那边呢，他们有生了2个儿子，都娶了摩押的女孩子当做老婆，所以拿俄米她有2个媳妇，一个叫俄尔巴，一个叫路德。好啦，结果很不幸的，拿俄米她的老公去世了，过没多久，她的2个儿子也去世了。哎呀，真是很可怜。所以呢，只剩下拿俄米跟他的2个媳妇相依为命。他们在摩押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们听到，犹大的伯利恒好像饥荒已经过了，粮食又都长得出来，所以他们就决定要回去。没错，搬回去伯利恒。可这个时候啊，拿俄米就跟他2个媳妇俄尔巴跟路德说：“哎呀，我的2个儿子都已经去世了，你们2个就回去你们原本的家就好了，不用再跟着我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们可以找到别的更好的男生，也一样可以跟他结婚，过幸福的生活。然后呢，我会向我的上帝祷告，希望我的上帝也一样，就像你们对我们还有对我的2个儿子这么好，我的上帝也可以这样子祝福你们，对你们很好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2个媳妇她说什么？她跟拿俄米说：不要，我们不要回去，我们要跟着你，不管你去哪里，我们都要跟着你。啊，拿俄米说：这不好啦！我已经这么老了，我也没办法再结婚，再生儿子出来让你们当老公。而且如果真的生了儿子，他等到长大，你们也老啦，所以你们还是回去吧。哇，他们2个就很舍不得离开他们的婆婆拿俄米，然后讲，不得已，俄尔巴就说：好吧，那我就回去了。所以他就抱着跟他的婆婆拿俄米亲了脸，然后就是道别。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是谁？路德。你看路德说，拿俄米说：好啦，路德，那你也可以回家了。路德他还是很坚持哦，他说：不，婆婆，我要跟着你，你要回去你原本住的犹大的地方，我要跟着你。你要在哪里生活，我都要陪着你。哇，这个拿俄米他非常的感动，他就熬不过路德，好吧，那你就跟我一起回去吧。于是路德就这样子陪着他的婆婆，照顾婆婆，一起回到犹大伯利恒。当他们到伯利恒的时候，你也知道，可能刚刚一回来，可能没有不知道要哪边有东西可以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天呢，路德就跟他的婆婆拿俄米说：婆婆，那我去看看有哪个麦田有人在收割掉下来的，我就可以捡回来，我们就可以吃。拿俄米就说：好啊，那就麻烦你去捡看看。然后路德就走，就看到一个麦田
刚好有人在收割，他就进去麦田，然后就跟着那个收割的人后面，然后把他掉下地上的麦穗，把它捡起来，想说回家就可以吃。就这么碰巧，这个麦田呢，它的主人叫做波阿斯。波阿斯呢，其实跟拿俄米是有一点亲戚关系。因为那一天，波阿斯刚好在这个麦田巡逻，他就奇怪，问旁边的人说：“怎么收割人后面有多一个女孩子啊？她是谁啊？”然后呢，他的仆人就跟他说：“哦，就是那一位拿俄米的媳妇路德，摩押的女子，跟着拿俄米回到伯利恒这边的。啊，就是她呀！听说她都很照顾她的婆婆，陪着她婆婆回来，就是那个路德啊。”然后仆人就说：“对，就是她，没错。”于是呢，那个波阿斯就跟那个路德说：“路德啊，你的事情，你为你婆婆做的事情，我都听到了。你以后啊，就不用再去别的麦田了，你就来这边麦田，然后跟着收割的农人一起收割麦子，那你就可以带一些麦子回家。”对他非常的好。那个路德受宠若惊，怎么会对我这么好？那因为波阿斯就跟他说：“没有，应该的，因为我可以帮助你的地方，我就会帮助你。而且你对你婆婆做得这么好，你这么照顾你的婆婆，你是大家都知道。”哇，路德非常的感动，甚至吃饭的时候，波阿斯都叫路德一起来吃。而且波阿斯跟他的仆人特别交代我跟你们说以后啊，路德啊，他要拿什么麦穗，你都不可以阻止他，甚至于你让他们麦穗捡起来之后，都会捆成一大捆嘛，对不对？波阿斯说，即使路德要从那个捆好的麦穗里面抽一些麦穗出来，也不可以阻止他，也要让他抽。对他非常的好，而且让他吃饭。吃剩的还吃得很饱，还剩了很多，他还可以带回家给他的婆婆拿俄米吃。哇！所以你看这个故事，我们第一个学到说，在那个时候，他们知道说，当掉在地上的麦穗，不要去捡，留给别人。哇！这是一种帮助别人，这是一种把自己有剩下的东西留给需要的人，很棒的表现。而且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些路德，他这样子照顾婆婆，这么爱她，陪着她，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时候都应该是说我们要学习的。值得学习。就我们要孝顺我们的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？然后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？就像这个麦田的主人波阿斯，他很有能力，他可能有很多的麦田，他就看到路德需要帮助，他就尽他能力去帮助别人，好不好？把上帝对我们的爱分享出去，让人们都可以因为我们体会到上帝的爱，好吗？好，这个就是今天故事我们所要学习的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边。今天呢，是我们快乐假期最后一课了，对不对？2个月来，我们听了很多的故事。如果你觉得还听得不过瘾，严巴老师欢迎你来双年教会参加我们的儿童主日学。如果你不方便来也没关系，在你的家附近找一间教会去参加他们的主日学，你都可以听到很多更精彩的圣经故事。这些圣经故事都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棒的人，好吗？那希望明年有机会我们再一起来听故事咯。那我们一起跟所有的小朋友说再见咯。 OK， 拜拜。拜拜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大家平安。今天生活乐趣多来到了最尾声的最后一集活动。在今天的故事当中，波阿斯他成为很多人的帮助，也成为路德的帮助。那路德呢，他虽然生活的环境很辛苦，但是他也有成为拿俄米，还有成为一些人的祝福。想一想，虽然还很年轻的我们能不能够帮助别人呢？当然有。在我们的家中，
请大家在这一个礼拜每一天都可以去找一个地方，有没有哪里乱乱的？请大家动手把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可以把它整理得干净，排放整齐。这是第一个任务。第二个任务呢？下个礼拜我们即将要开学了，今天的生活乐趣多，也要请每个小朋友把你的书包、餐袋、要携带的物品都准备好，不要让爸爸妈妈提醒，好不好？若你完成这2个活动呢，请大家把它拍照上传，或是分享给我们主日学的老师，请他分享到快乐假期的网站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今天的生活乐趣多，可以兑换礼物。那接下来呢，第3个任务的挑战就是请比较大的哥哥姐姐，或是比较小的弟弟妹妹，你可以请爸爸妈妈帮你。我们用心智图的概念来完成一个暑假的心智图的整理。我们可以拿一张白色的纸，在纸的中间写上2个字，就是暑假。我们用心智图的方式来整理我们这2个月精彩的生活。在暑假中间这个字的外围画出4条线，分别写上人、事、地、物。然后呢，在人的外围再延伸出去，请大家可以想一想，你这2个月遇到哪些人？比如说到外公外婆家，然后到外公外婆家这里的时候，你可以往外延伸，想想看，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比如说，我们可以在外公外婆家很尽情奔放的跑步。那奶奶来我们家呢，你也可以想说，她都会带来好吃的食物来跟我们分享。第2个部分，事情的这个区块，我们可以想想看你这2个月印象最深刻的事情。在事情的部分，想一想这2个月当中，你有做什么事情是你印象最深刻、最重要的事？比如说，我们可以写学钢琴，还有学英文。那学钢琴，你最印象深刻是什么？你就可以往外延伸，写到说，学到很多的技巧，而且我弹会了很多歌曲。那学英文呢，可以写说，因为这个老师他好活泼，很好玩，上他的课让我非常喜欢英文。第一点，想想看这2个月你去过哪里？可以把它延伸的写出去。比如说，我们写大稻埕码头，有小朋友他印象很深刻的是，在疫情期间可以骑着脚踏车到处奔放的，一直骑，在大稻埕码头欣赏很多的风景。还有去海边，在这疫情当中可以泡在凉凉的海水里头，真的是太幸福了。物的部分，想一想，在你这2个月里头，接触过哪些东西是你印象深刻，或是你感到很感恩、很幸福的事？有一个小朋友有曾经分享，他最开心的事情有贴钻石贴画，还有玩积木。每当那个钻石贴画完成之后，他觉得好开心，因为呢呈现出来的图案是相当美丽，而且很特别。那个钻石贴画还可以撕下来成为贴纸。积木是他常常最喜欢的兴趣之一，在积木的创作当中，他可以享受很多的创作，真的是太棒了。当我们完成这份心智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再度欣赏到，哇，这2个月真的是太精彩。虽然还在疫情的大环境之下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感谢上帝，暑假的生活仍然很精彩丰富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是不是在这2个月当中，我们也跟着快乐假期一起学习到很丰富的生活呢？愿上帝祝福大家，在暑假的生活每一天，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可以感恩的地方，满心欢喜，然后带着感恩的心，一起开始开学的生活。愿上帝祝福大家，记得把你的心智图还有你完成的帮助的照片上传po到快乐假期哦。我们期待你们的分享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平安，欢迎大家做伙来收看今日的台语真趣味。今日咱要做伙来认捌几种伫生活内底咱会当看到的树。苦练，叫做苦练，是会当发甲真悬的一种树啊。春天会开紫色的花，非常的水。樱花树、樱花树，伫
伫冬天的时，叶仔会拢落了了，春天一个到，花就会大开。伊的花有白色、红色、粉红仔色，甚至是小可黄色、青色等等。啊，一大片做花开的时，非常的水。懒人树、懒人树，也是叫做雨伞树，因为伊的树形，那像是拍开的一个雨伞，叶仔非常的大。茄冬、伊也会当发甲真悬，树身真直。5月时会开花，10月到11月就会结规罐的籽。木棉伊的台语是木棉，也是扳枝，会当大到4-5层楼遐尼悬。3月到4月会开花，花是橙红色柑仔色，真大也真显目。黑板树、乌帮树，伊的树身嘛真悬，佮真直，会当用来做乌帮、做插箱。台湾栾树，伊的台语是木栾也是苦林工。8月到10月会开花，9月到11月会结籽。因为开花时间真长，所以伊会伫树仔顶常时出现青色、黄色、红色、咖啡色，所以也互人称作是四色树。榕树、青会当讲是台湾上常在看到的路树，树叶非常的茂盛，热日头的效果真好。除了以上这几种，台湾也佫有真侪树仔甲花，互咱台湾成做一个美丽的宝岛。咱就好好来疼惜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，互台湾通永远丰富美丽。多谢收看今日的台语真趣味，愿咱日后有机会佫做伙来学习台语。